正常的鼻腔中会有鼻中隔来分隔左右的鼻腔甲外鼻，但如果鼻中隔弯曲，合并慢性的鼻炎、鼻甲肥厚，就有可能严重阻塞气道，造成鼻塞、打呼、睡眠呼吸中止、头痛甲流鼻血等症状。贵综合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蔡建生表示，如果是黏膜的因素，就先药物来治疗；但如果是结构性的阻塞，就可能要手术来治疗。其实过敏，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去除掉所谓的过敏源，第二件事情是长期而且规律使用所谓的药物治疗去做症状的改善。可是的确会有一部分的人因为合并了所谓的鼻中隔弯曲啊、下鼻甲肥厚，就算呢他在使用了药物治疗之后，他还是没有相当程度的改善，生活品质还是一样不好，病人一样鼻塞、打呼，甚至晚上就是因为这样子常常需要睡不着，会爬起来这样。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建议让进一步以专业的医师的角度下去看，说是不是单纯是鼻中隔弯曲、下鼻甲肥厚，或是有一些人甚至合并产生了鼻窦炎、鼻息肉一些状况，那再进一步评估需要以怎样的手术下去做处理。目前来讲，鼻中隔手术大概就是以传统的鼻中隔手术为主，那只是说在这些过去比较不容易矫正的一些地方，目前也合并了不同的方式去进一步做矫正。那在鼻甲的手术的部分上，目前的趋势是以尽量保留黏膜为主，来避免掉传统手术所可能造成的空鼻症。那当然包含了鼻部的雷射，包含鼻部的电烧灼，包含了目前其实算比较新的一些这个动力旋转刀的手术，跟这个下鼻甲的气化棒的这些手术。那其实根据每个病人的一些状况不同，会给予不同的治疗建议。鼻中隔弯曲甲慢性鼻炎的手术，对过去传统的下鼻甲切除，到现在的雷射、动力旋转刀、甲两处气化棒的手术，各种的方式对着鼻黏膜的伤害不等，嘛有无同的并发症。因此，医师建议应该依照无同病人的病况，选择无同的手术，才能达到上好的治疗效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